咱拢会甲讲啊，这是唱卡哦，吼，就敢若唱的卡，叫离婚啦，嘿，就敢若拢无啥物骨力啥，就咱肉吧，是是是。啊，那阿雄，我这边吼，我要讲的叫做大卡肚，大卡肚，肚有一个肚吼，卡肚啊，就大坑的哦，大卡肚，大卡肚，意思就是讲，我感觉唱卡敢若较媚人呢，我因为感觉。你看嘛，你也看到讲大唱的卡，你就讲唱卡，啊，你讲迄个人就粗，你嘛讲唱卡，啊，到时阵是讲啥物？嘛唔知，啊，毋过你的大卡肚，就感觉讲啊，就是人。是刚刚吼，咱台语是足水的，就刚刚阮节目讲我生活爱美咧。是。你若是讲唱卡，你直接甲讲，就伤直接就敢若嘿，伤直接无遐尔啊水啦。亲像大卡肚就是淡薄有得甲你讲你卡就错，但是讲你嘿，敢讲袂讲介错安尼。因为我是听讲人讲，以前有人讲鸟仔卡嘛，鸟仔卡，伊嘛是一个动物啊，形容，嘿啊嘛是一个动物啊，而且大卡肚敢若一地尔，啊若是遮粗要安怎？诶，卡伊占58.7%，大卡肚占41.3%，其实足换紧的。啊，咱的卡伫个头前骨头叫做卡档，卡档。啊，伫后壁迄块肉叫做迄块肉型叫做卡肚，啊，所以伊即马拢男做伙，不管你是大卡档还是大卡肚，伊拢是讲你的迄个肌肉吼足济安尼。